土葬下所在，无论天头天尾、山崖度轉九船，親接看到嘅建築就是白公廈。台灣嘅白公信仰含有普遍性同多元性，所以白公係一般民眾親情嘅神明。另外，白公嘅操想同其他物下，詳細反映而家地方上嘅歷史發展，也係居民嘅需求，也把白公變做親基層嘅信仰。所以我到嘅新生沙期喎嚇，用到純新農村、新農村啊，假如他冇120人初白公下嚟。呢一片係苗栗銅鑼新農村嘅一位白公廈，本人感覺奇怪嘅係，完全冇有兩座白公廟向下做連下。即係想看到一片沙嗬，一片沙嗬，一個白公嗬，係差唔多100多年前嗬，只以為嗬，過去後半一個白公有冇嗬，就給卡伊地位嘅島有冇嗬，給島嘅白公曬下來，所以兩個白公看見構造有冇嗬，就冇空樣。假嘅開地嘅島有冇嗬，因為要開路啊，你話要開路嗬，你呢個叉道咩？差到嘅哦，佢島嘅就講哦，裝修好曬下來島嘅窮下，安尼變窮下只曬嘅島嘅，掌握兩個窮下對島安尼。看下本來嘅白公廟，當符合傳統色調嘅造型，地堡嘅操想係一位慈祥嘅長者。那係佢嘅連下，也就係每項將曬過來嘅白公廟，地堡係用確定福德進行香味嘅色牌呈現，為咗表示尊重。兩位白公攏有自家嘅香爐，天公爐也係兩解。居民來拜日嘅時，當然禮數也要加倍。因至少兩個白公嗬，準備2分鐘安尼嗬，就像同白公安尼拜安尼啊，係啊。東西要準備2分。係啊，喺無兩個白公，反正20分鐘。土通路有眾人同人客向下嘅白公下。土通宵係由來自3個無窮款嘅白公帶頭強建廟。他本單嘅白公唔係用安尼做嘅，用10條墩起來。天頭白公應講天頭白公用10條墩起來，墩起所以冇方便對還有地方人士爭任過啊，來那邊喊天地先生來托個邊來較強嘅，來去，所以就拜1米的呢，唔是拜2-3米。200萬年前嘅先民認為方便。同3位白公適合向下，廟嘅形式也做了人性化嘅設計。雖然外表係一座白公廟，不過使有3個門，所以居民到拜日嘅時必須一個插香。特別嘅係地堡含有7間。一個白公1間啦，像係20間館啦，一間啊，個意思啊。一座白公廟由3位白公守固定狀態，也說明白公信仰嘅多元性。一片係船鋪嘅客家莊，桃園楊梅富岡地區到羅記路巷，有一排巴洛克式建築，建進頭擺嘅河港景。富岡就設立茶頭以後，啊，你附近呢，像新福鄉咧，嚇，你附近呢所有嘅交通全部都富岡上下道，啊，家下日本時代開始嚇，啊，咩地方嘅交通全部依賴貨車為主，所以呢個地方早期是很鬧熱，所以容易集中嘅位所。看下呢條珍貴嘅老相片，街路巷人來人去。當天大擺拄到做河外市，仲係全莊通人。呢個委託楊梅鎮400個同新福鄉還有新竹湖口兩隔壁嘅客家莊，屬於台體體系。又因為田莊下有當到白公廟，所以取名按做白公崗。富岡一座當派頭嘅廟，當然想想也係白公下。一座廟佔地廣闊，係桃園縣清泰嘅白公廟。行入廟地堡，主神係石頭刻嘅白公塑像，正手片由馬子婆，左手片係慈父王爺，
新作巡航有2处光明灯、心智亮片和福士太水圣君，也係一般白公廟看唔到嘅。居民講，民國65年呢間白公廟重建，因為空間較大，所以向其他嘅市民鄉下本民眾參拜，呢就凸顯白公信仰嘅包容性。富岡地區歷史清久嘅白公下就係呢間細細嘅廟地板，看唔到白公嘅形象，只有一塊死蒙蒙嘅石牌。農業消費時節，人家富岡洗蔬菜，會請當到錢嚟去人家白公廟，對嘛？可能怕無法度機制都按到，所以佢白公元前去嘅時節，佢嘅特色是講。佢個地位度嘅嚇，個神像有一隻石牌，呢個克服咧就冇多啦，嚇，所以講打白公嘅，你講啲嚇白公元前嚇，你講個白公嘅神像嚇，要清少。行過200萬年嘅歲月，白公廟早已經充滿歷史嘅痕跡。3000萬年前，本來居民我為白公起過生活，不過因為經費，只是帶頭思維加起。冇想到，煞變咗廟中廟一種特殊景觀。伊到伊這個起個新嘅有嘛？那地方細地方嚇，那冇一樣嘅資源啦，啊，附近也講農嘅人嚇，大家啦真辛苦賺錢，你講我出當多錢嚇來起啲地方人可能把起唔起，啊，個是講保留佢原來嘅白公廟嚇，另外當個這個來起建。嚇，嚟搭起來，啊，要保留住以做嘅造型，嚇，咱冇講本人唔記得講啊，以做白公生嘅樣板嘢。當到蔬菜嘅白公下，弄外頭前庭加搭鋪，本身中有加封第2嘅蔬菜。不過像安尼廟中廟嘅形式確實罕見，同時廟嘅口碑和挑地本來嘅白公廟突出來。而家起來是白公賓館嚟樣嘅，係嘛？啊，佢還係保留了嘛？啊，即係講白公喺度擴大，唔係白公廟嘅廟宇，然後佢包起來，本地嘅對嘛？白公嘅。短短300公尺嘅新竹湖橋羅記路，保留台灣草木幾多嘅傳統創形技藝，鳳轉、弓廊、臉面雕花、白絲地雕，還看得到頭擺嘅好光景，常態上遊客來兩欣賞。來到湖橋路嘅早期村業天卓愛行嘅路，呢條高天天嘅樟樹就到一片，亦係居民所講嘅太樟樹白公。他路台是兩個什叫石鼓嘛，啊，那石鼓，你還得拜一下石鼓拜呢，就是按照天頭白公。第二天啊，背隻裝頭嘅，連白公大家觀火啊好啊，西天啊好啊，摘茶啊好啊，大家是咁拜。市民同意頭太樹轉白公來服侍，呢就係白公信仰地板而物操行嘅特質。又認為太樟樹是得正熱，一片又係中途點，所以也係市民了量嘅蔬菜。呢個是在南沙街是導因嘅造行嗰度是進步，所以呢條路嘅為數上下已經當到，照呢3-4條路是有嘅呢，所以大家都要聊協腳。但係呢間白公廟係每項居民出錢照顧起嘅。我們其實大家講，四台進步上哦，喺白公廟要升級啊，就要起嚟隻白公廟。所以平常時，裝下大家呢度要轉到一些，因為東已經搬去嘛，呢度轉到咧清強，像呢哦，因為要種樹要當規劃，要種樹當規劃先啊，大家是要呢度咧是清，呢度咧清。你這樣翻樣古樓啊，你大家嚟帶哈，你就會感情。要拍嘢動作啊！你冇狀態做唔得，你冇狀態硬樣必是樹會走。村民看到樟樹獨當一機，就會主動嘅錢，你也凸顯白公信仰，也有生態涵養。呢種樹很珍貴，尤其啲樟樹，呢種樟樹。你係扭狀係向狀，做狀路又係屬於回收。你也冇講來保留白公嘅個樹嘅，然後怕都俾人斬向這樣。呢兩個始終有白公是有信仰在那裡，
形象就该写了属于蒙人看察。安尼各位安尼来乡亲吼，今日为到安尼配合安尼杀人杀羊吼，啊主年庆吼，安尼贵村人吼，特色来摘身高比赛吼，啊摘身高比赛呢吼，最多9万人吼，奖金1万元吼，到了上人面前吼，然后特色来比赛。你系新竹永林六寮坑，今年第8期盼界客家情人节摘身高比赛，为界系见证村民信仰中心昔日向阳界爱情故事。你来传承来纪念的10月12日，佢嘅愛情嘅故事嗬流傳下去，冇到呢啲團員嗬，扎團體嚟。木柱頭前的2粒太石頭，就係昔日向陽，居民用縫布圍頂，同建建造地方修復線。啊，兩隻石頭啊，嗬，是呢頭擺呢6條行嘅開拓嗬，開墾嘅開放嘅時代，其實都呢喺6條行係地邊度，所以講佢哋兩隻石啦上陽啊，嗬，保護呢啲嗬規則6條行嘅所有嘅村民頭擺。呢個係廟裏頭冇按先生啊，嗬，所以話呢供下來西澳啊，嗬，裏頭是來拜石啦為義父嗬，所以嘅開支你係當到嗬滿天下嗬。因為昔日向陽保護狀態。當天然自然就同建轉化咗白宮信仰，嗰係因為長期以來2粒石頭仲係白劍劍，所以韓本大家介入每年嘅愛情傳說色彩。佢多條6條行海了2隻世紀嗬，它永遠都沒有分離過，好，沒有分離過，所以講按其他嗰啲咁嘅蔬菜油啊，嗬，所以就呢都係簡單嘅石頭，一條樹，一撮細幅的詞，也係一棟太廟。白宮嘅草上同佢嘅木下，冇天出愛呢種形式，日本台灣藏下見慣同民間信仰，變解國下多元豐富。